大家好，我 Jaden 仔為大家報道天氣。天文台喺夜晚9點20分發出1號戒備信號。天文台表示，1號戒備信號會喺明日9月18號中午前維持。天文台並會視乎該熱帶氣旋嘅強度、其強風區同本港嘅距離同埋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係咪需要喺明日稍後至星期五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。現時該熱帶氣旋會喺未來1-2日橫過南海東北部，並逐漸增強。該熱帶氣旋嘅環流較為細小，並會喺今晚同埋聽朝同香港保持超過400公里距離。按照現時預測該熱帶氣旋會喺星期五靠近廣東東部沿岸，屆時將受東北季候風影響而轉向偏西方向移動，移近珠江口一帶，但登陸位置同埋強度存在變數。預料本港明日天氣仍然酷熱，星期五稍後驟雨增多，風勢逐漸增強。週末期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，雨勢有時較大，海有湧浪。